喺創作呢一堆作品嘅過程呢，其實我經歷緊生活上同埋關係上嘅一啲轉折，所以佢就好似一個自我對話同埋自我觀照。例如我會畫低我嘅工作室啦、生活空間啦、床單或者街邊嘅一啲棄置物，同時都同我過去睇嘅一啲電影啊、書本啊、動畫啊同埋音樂係有關嘅。譬如今次展覽嘅中文名叫做《築起了快樂的心房》，其實係嚟自台灣一隊獨立樂隊草東沒有派對，其中一首歌叫《床》。歐洲2個月嘅旅行，俾咗好大嘅畫畫動力我啦。我發現無論喺種族啦、文化啦、年齡嘅不同下，其實人同人之間都係可以有一個互相理解同埋共情嘅經驗咯，都令我反省咗自己好多。攝影對我嚟講係一種訓練直覺嘅方法。當我去影相嘅嗰一刻，我已經知道呢個係我想要繪畫嘅畫面。咁就好似一個視覺日記，其實同時都係一個自我療癒嘅過程。